夜間聊天室，你哋好，我係 Simon。印巴空戰，巴基斯坦用咗中國嘅武器，大勝印度，令人再諗到呢個問題。三哥一直都認為自己係強國，擁有全世界先進嘅武器，經濟體量係全球10大之內。人口係全球最多，超越咗中國少少。理工科超卓嘅人才好多，喺美國一啲高科技嘅公司 CEO 都係印度人，所以就認為印度係有條件成為一個大國，並且係有能力超越中國。咁我就以今天嘅資料嚟分析，點解印度係無法超越中國，無法喺國家綜合實力係比中國更強。第一點，印巴空戰，印度係大敗，印度係無法接受呢個事實，無法接受自己嘅短板同埋弱點，以10日嘅時間慶祝自己打贏呢場戰爭。就算係美西方傳媒都有報導，中國嘅殲10戰機擊落印度6架戰機，其中係包括法國嘅陣風。但係印度仍然唔理會呢一個事實。印度應該要做嘅就係發奮圖強，承擔自己嘅失敗，盡力去改進。但係印度選擇嘅係阿 Q 精神，一個高舉阿 Q 嘅國家，又點可以成為一個可以挑戰到中國嘅國家？今天中國已經係全方位發展，成為全球第2大嘅超級強國，可以同美國平起平坐。第二點就係對比中印嘅軍事實力。今天美國都唔敢同中國喺中國沿海開戰，普京都稱讚中國嘅武器犀利。法國嘅陣風就啱啱俾中國擊落。今天印度嘅高級武器就係從美國、俄羅斯同埋法國購買，所以印度嘅軍事實力可以排到全球10大。原因就係擁有全球最先進嘅武器。但係亦都係印度軍隊一個弱點，軍中嘅武器係唔同牌子而集成，就即係話冇整合性、冇統一性，太過依賴外國嘅軍火。反觀中國嘅軍隊就能夠有多個整合嘅系統，彼此嘅配合，發揮最強嘅效用。中國擁有最先進嘅北斗衛星，全球最先進嘅雷達系統，喺戰場上已經擁有預警機，中國可以同你打電子戰，可以同你打網絡戰，擁有全球最先進嘅偵察同埋攔截能力。中國喺戰場上可以令到你又慢又聾又啞。印巴空戰，印度就係偵測唔到中國嘅導彈，印度喺戰場上係無法趕得及去反應。中國仲有打太空戰嘅能力，印度係望塵莫及。今天中國擁有嘅武器就連美國都懼怕，包括高超音速導彈、航母上嘅電磁彈射系統，用無人機飽和攻擊嘅戰術，仲有就係055嘅大區。今天中國已經擁有攻擊美國本土嘅能力，高超音速洲際導彈美國係無法攔截。中國已經自主研發第6代隱形戰機，核動力航母將會出現，軍工嘅製造體系完備。中國擁有反衛星嘅武器，軍工事業嘅能力已經去到現代化嘅高峰，軍工整合嘅程度高，國企主導，集中資源同埋效率高。2024年中國嘅軍費預算係大約2300億美元，印度就只係得800億美元，高低就立見。仲有就係解放軍紀律嚴明，戰鬥能力極高，印度嘅阿 Q 士兵係遠遠不及。中國喺軍事上嘅自主性、綜合嘅戰鬥能力、科技嘅整合，對印度係大幅領先。再加上以上所講嘅其他原因，同埋解放軍嘅高昂士氣，印度喺軍事實力就係遠遠落後於中國。中印戰爭，印度係必敗，仲講咩國家實力會超越中國？跟住我哋提一點，雖然中印都擁有核子武器，大家只會係用嚟震懾對方，大家就唔會使用，因為殺傷力太大，會造成災難性嘅後果。第三點，比較兩個國家嘅科技發展。中國科技研發嘅投資係全球第2， 2023年嘅數據係5800億美元。科技產業鏈比印度更加完整。舉一啲例子，好似 AI、5G、新能源車、造船業、半導體產業，好似成熟芯片、綠色科技同埋航天事業。今天喺研發5納米同埋3納米嘅晶片，比印度更進步。科學論文同埋專利嘅數量都高居世界第1。每年理工科畢業嘅學生數量都係全球第1。中國喺科技上嘅發展有5年或者10年嘅計劃，有特定發展嘅項目，好似量子科技、超級計算、人工智能同埋太空計劃。
中國打算喺2030年之前，太空人可以着陸月球。印度喺科技研發嘅投入就低於中國，唔到 GDP 嘅1%，中國就有 GDP 嘅2.5%。雖然印度都有一啲科技上嘅亮點，出現一啲科技嘅大企業，但係中國喺科技上嘅發展速度同埋資源上嘅投入係遠高於印度，所以印度仍然係遠遠落後於中國。第4點，教育同埋人才嘅培養。中國嘅教育已經普及，文盲嘅佔比率係0%，有超過140間大學係進入咗世界嘅排名，其中包括清華、北大同埋中科院。科學、技術、工程、數學嘅畢業生數量全球第一，印度就只有少數嘅精英學校為印度嘅高層服務。世界級表現嘅大學數量好少，教育資源嘅分配又唔公平，農村教育嘅品質普遍就好差，文盲嘅佔有率大概20%，所以中國喺教育呢個議題係大大領先。第5點，經濟嘅發展，中國嘅 GDP 總量係遠遠高於印度。2024年嘅數據，中國大約係18兆美元，印度就係大約3.7兆美元。今天中國 GDP 嘅計算，無論係 IMF 或者中國自己計出嚟，每年平均大約都有5% 增長，位居世界第一。中國有完整嘅製造業，被稱為世界工廠。中國又被稱為基建狂魔。基礎建設好似公路、高鐵、電力同埋港口，成熟嘅程度同埋能力都係世界嘅前頭。印度嘅經濟就以服務業為主，製造業嘅發展同埋供應鏈嘅完備性都唔及中國，基礎建設就相對落後。人民幣重要性遠高於盧比。印度都唔係話冇發展高科技產業，不過就落後於中國。第6點，政治體制同埋國家嘅治理能力。中國就係集中式嘅權力，可以加快決策同埋落實嘅效率，所以中國嘅國家戰略穩定性就高。譬如一帶一路或者中國製造2025都有亮麗嘅成績。印度就係民主體制，政策可以好多元化，效率就較低，地方同埋中央協調就好困難，所以改革嘅進度就好緩慢。喺呢一個議題，中國嘅優勢高低立見。第7點，比較中印嘅社會同埋文化因素。中國嘅社會秩序穩定同埋執行力就較強。中國嘅儒家思想係統一人民。印度最大嘅問題就係社會分等級，中性嘅制度影響咗人力資源要有效分配。你係社會嘅低層，幾乎冇能力爬去高層。印度嘅女性又受到歧視，好難發揮到對國家嘅貢獻。印度有多種唔同嘅地方言語同埋不同嘅宗教，所以整體而言，同中國比較，印度嘅人民係相對冇咁團結。並且印度比較中國係更加貧富懸殊，等級嘅文化社會更加唔公平。賤民同埋乞兒都係社會嘅問題。所以我哋做一個小總結，以今天嘅資料嚟睇，今天中國已經係全面超越印度。印度要反超前中國係需要一個奇蹟。咁我想藉住呢個視頻，多謝網友嘅支持，訂閱人數啱啱超過4500。呢一集係第700集，係一個重要嘅里程碑。我會繼續努力同大家分析世界局勢同埋中美爭霸嘅方向同埋趨勢。我哋講到呢度先，未訂閱我嘅網友，希望你哋快啲訂閱，歡迎大家推介我嘅影片俾你哋嘅親戚朋友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